拜的时间已经到，请咱备办心开始今仔日的礼拜，请走啦。上帝啊，求你听我的求救，阿罗听我祈祷。我的心失志的时，就要对地级求救你，求你带我到迄个比我较悬的石盘，因为你捌做我逃闪的所在，做我坚固的台，来脱离对敌。我要永远住伫你的布边。我要秘伫你是会隐秘的所在。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做伙来吟圣诗379首，愿我的哪听你，我主基督，方便的人请起立。
是阮的主祷文来祈祷。我以天的杯，愿你的良善，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实行，你杯亲像是天灵，我的心爱有我，下面我的服务，亲像我下面我的人，我的从我的起，就叫我犯你的爱，你我万年连灯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煞者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在地被创造天地所在。我信耶稣基督，上帝是命，咱主，伊对先神投胎，对在世路马比亚出世，伊本丢比亚多人来受苦，变是给死摆从轮毂，第三日对世人中国我，上天阿这番的被上帝光明，面对他个人心话，我人甲世人，我是现实，我是现，共同的教会，线路相通，最下面永远国外，永远国外。阿门。请坐。第一文，第一文18篇，就是诗篇67篇，记载伫信息后面1031页。愿上帝怜悯阮，赐福互阮。通保全世界，在你的旨意。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这声万福快乐，唱歌欢喜。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因带世上万国，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万民拢讨乐你。土地有生产五谷。上帝，阮的上帝有赐福互阮。愿上帝赐福互阮。愿天的万民拢应于伊。三个后头来祈祷。听阮的天父，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阮满心感谢有份将做主的孩儿，在主的恩典中不断更新。进入旧年的新年头，伫假期中会当甲厝内底的人相聚集，彼此关心，分享过去一冬的生活，也会当互相鼓励，伫新的一年有搁较侪进步甲计划。感谢主有教育恩典，在阮软弱失措的时，会当明白家己的罪，谦虚欢喜来调整，来学习。在拄着恶担当、惊吓的时，总是有及时的帮赞来扶持。在得意甲不得意的时，心内总是有平安。伫教会庆祝70周年的活动中，阮同行为主来做工，享受同在的快乐。在写圣经的操练中，会当领受主的旨意，甲主亲自要甲阮的启示。在培灵会中，互众兄弟姊妹会当调整咱的心思，认真学习应该安怎来行。愿主保守阮的心，互阮的主为主跑走中，看见美好，会晓欣赏人的目睭，有声会当讲出造就人的话，阁有温柔的手会当彼此相疼来服侍人，有勇壮的脚步。会当行出实际的行动，线只的教会的活动有儿童的动力营，愿主保守一切安排，拢会当伫细囝心内中有福音的种子，结出水的果子。过去的3年是主的旨意，互阮会当合适珍惜。
原来伫圣殿中是替礼拜来听讲道、吟诗、互相请安、平安礼。兄弟姊妹见面的是一声平安，是安怎样的珍贵？愿主会当保守今仔日无法度来到圣殿，因为身体欠安，也是细受离破的会友，加倍施恩祝福伫因的生活中，减轻身体的病痛甲折磨，有够额的体力甲愿望来到圣殿。伫圣殿中，总是有人在为因祈祷，福音若水泉，使人丰盛的性命。虽然世上的战争甲悲伤毋捌停止，毋过天病痛甲公义永远有够额。阮的祈祷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信靠每一句的应许。
22节到25节。阮是伊去互伊拿着目睭前的缘分，亲像处互人欢喜的，要用心是心敬为主。既然恁所做，着出伫心来做，亲像服侍主，毋是服侍人。在恁要对主得到新食业的保赏，恁是服侍主基督。因为行不义的，要受伊不义的报应。上帝也无照话无处人。愿上帝祝福听伊话、佮行伊话的人。煞接要请本堂中牧师来讲道，伊要分享的题目是：着出伫心来做。请咱做同心做来祈祷。时间的主，也是空间的主宰。阮感谢你，互阮经过旧的一年，伫顶礼拜阮欢喜迎接兔仔年新的开始。阮会通做华人有2摆的新的过年，是给互阮即个机会来诉说上帝你的恩典，也搁一摆机会来交托。头前所要行的道路，求主你会同行，你的引带甲你的祝福，是阮的人生经历侪代志，无拄拄一帆风顺，有真侪是患难，亲像青少年团契所吟的诗歌，患难帮助阮生出吞忍，吞忍互阮变做老练。老练，互阮会通倚靠主上帝你的气力，会通来赢过一切。生命中不管是目屎还是欢喜，拢成做阮人生，互阮生命搁较成熟的养分。互阮会通搁较知影用什么角度来看发生伫周围、发生伫阮生命中各种的代志。所以即几年伫疫情威胁的中间，阮开始一个完全无共款新的生活。这个威胁到今仔日犹原也搁互阮无法度通完全放心。阮恳求上帝伫阮这2-3年内底所体会的，不管是珍惜大家做伙斗阵实体接触的欢喜，也是彼此伫这个直播的礼拜。用视讯的方式互相的请安，这拢诚做阮以后日常生活爱面对的。主，阮看见世界局势对伫乌俄战争以后，台海这个紧张的局势也哪互阮看入担忧。主，阮知影大环境阮无法度通好去控制，阮只有仰望历史的主宰引带阮。互阮逐工伫上帝恩典内底保守阮，敢若会通把握的即马即个现实，会通真正拢享受迄个平安甲喜乐。头前的道路只有仰望上帝你的带领。所以阮的政府即几工咧做内阁即个内阁的改组，仰望上帝帮助遮的执政的会通体贴。基层百姓的辛苦，会通有真好的施政，互即个华人世界唯一上自由、繁荣、民主的国家，会通伫即个政府的带领下面，行出一个更较阔的道路，受到世界各国的肯定。阮伫即个土地生存，也需要上帝你继续的扶持甲帮助。伫各行各业，真正出伫心来做，互阮照所领受的恩赐，会通做水的工。因为阮的存在，互阮周围变做更较好，这个世界变做更较好。主，这是阮做你的百姓，做你的囝儿，要做一个尽忠的管家所需要付出的。恳求你听阮的祈祷，也借着今仔日，阮彼此的勉励。
互阮伫今年一切所着做的，会通照主的旨意来进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要出伫心来做。我想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咱以前俗语拢定定咧讲即几句话吼。你捌听过无？吼，初一早，初二早，初三困到饱，初四接神，初五隔开，初六应陪。古早人的智慧啦，吼。可能正月初一、初二，咱有真侪爱去拜年啦，爱回娘家，所以拢透早就爱起床。初三就会通补眠，互咱困到饱。初四是接神啦，吼。我想讲，伫台湾这个神明，因的年假实在有较短啦，吼，比咱较短。因爱阁去天庭报道，初四才阁倒转来上班安尼。初四接神，初五隔开。所以咱以前大概拢正月初五就爱开始上班吼，做事人伫初六就开始爱准备要新的工作伫遐来应备来准备心。今年较特别，今年咱大概初五无隔开，咱到今仔日明仔载初九咱才要开始开工啦吼。当然，这学生囡仔拢抑阁咧放寒假，抑阁咧休困咧。初五隔开，大部分拢是咧开始爱做工的日子。咱今仔日特别要来甲大家分享，就是明仔载咱大家上班的、工作的也是咱等于咱的职场，伫咱的工作岗位基督徒伫职场，也是咱不管是家庭主妇，还是学生，伫个领域，咱对咱工作迄种应该有的态度。所以我为着即个想讲，基督徒安怎看工作，安怎看我爱去尽的责任。我去找一寡网络的文章吼，发现讲，即个台湾的俗语咧讲出来工作的态度吼，大部分拢是消极的，拢是不知消极的。你捌听过即句话无？做甲流汗，互人嫌甲流烂。意思讲，你毋免遐骨力做啦。你做甲安尼，人无人甲你感谢，反正就是你做完了，边仔人会伫边仔甲你泼冷水啦，甲你嫌等等的。这也提醒咱，事实上，人拢需要受肯定。家庭主妇需要先生囝儿对伊的肯定。伫迄个所在，伊做靠有迄个动力，需要互鼓励。抑佫有一句话讲，有讲无想，龙婆爱陪，吼。咱嘛有听过即个讲你毋免想做啦，你做吼，你做了也无人会甲你记得你的功劳。总是你不小心有一个失误，人要追究你的责任。有伫即个工作职场内底，咱嘛是毋茫讲有赏有罚，赏罚来分明。其实咱每一个人伫咱的工作职场，不管你各行各业，做老师啦、士农工商，咱对咱的职位，当然拢爱有责任心。我做一个老师，我就真好来辅导这些学生，互因会通伫因人生咧拍基础的阶段，因为我的教导，互因的后摆因的人格各方面会通更较好的即个发展。我若做一个公司的职员，公司伊要毋茫会通盈利，会通得到更较侪利益，伫我的奉献的中间，咱也有责任心。当然，咱嘛需要有成就感。我即个工作做了，感觉是我的兴趣，是我的专长。我感觉做了真有成就感。所以，另外一项是使命感。不管你是甚物款的职位，士农工商，咱还佫一个身份，你是基督徒，你是上帝囝儿。上帝互你伫即个职位，伫即个所在，你是学生也好，你是家庭主妇也好，我有应该爱表现出来的迄个方式。所以我搁咧找这个顺口溜内底，感觉台湾咧讲的这大概是听起来趣味，毋过拢是真消极吼。你拢捌听过讲，食互肥肥，嫁互推推，穿互水水，就等下坐在遐等领薪水。即个是咱的顺口溜迄个工作态度就是消极啦，打混啦吼。时间到有薪水通领就好我的工作无一定是我需要。台湾的顺口溜是安尼吼，
中国大陆的顺和六更较过分吼，因为办公室守则是安尼的吼，这拢是唔好，唔是讲咱都爱安尼做的吼。办公室守则第一讲，你若苦干实干吼，你会互撤职查办安尼。啊，你若任劳任怨，你没有办法永然如愿啊，东混西混就一帆风顺，会捧会献就你是杰出贡献哈。你若要去抱迄顶薪，你就杰出贡献。你尽职尽责啊，你会被指责，拢是负面的，拢是感觉讲你就是混就好了啊，唔免需要做什么推脱栽赃啦啊，你若有邀功啊就领赏，你都爱若有责任你就紧撒互别人啊，若有功劳你爱去紧去抢去领赏，这是办公室守则吼。网络真侪真趣味啊，抑个一个公务员的一日吼啊！我想即摆台湾的公务员无遐好做啦吼。较早以前大概是安尼吼，透早起来打拳，下早要开会打盹，中昼食饭食了伤饱啊打个，下晡上班就是打哈欠啦吼。暗时加班是甲某讲要加班，随常是去打牌啦吼。啊，晚上应酬的打闹闹，啊，暗时等于才甲恁某小冤家打架，这是公务员的一日哈，都是打开始，啊，接下来就是人咧讲，你就是这样子过了混了一日，为官之道嘛是，咱中间做官的可能无做，副总医长都唔知道伫遮无，我在这为官之道吼，伊讲你爱四项真清楚，啊，你四项唔免真清楚无要紧。事不清是啥物？我要开什么会我都唔知影，我反正我那去遐坐，总是开会要坐到倒位真重要。哦，人看较袂着、较袂点着的所在，看来咱要开中纪会吼。你要知道我们要开什么会啊？你知道你要坐在哪里？什么人送礼互你无一定爱真清楚，总是你无送互什么人吼，你的顶薪也无送，你必须要谁没送，还是讲人什么下面的无送我真清楚啊！我大家扣分伫心内，也有迄种叫做陪睡啦，这个就很不好的迄个啊职场的伦理啦。睡觉做什么清楚？啊，你的部下谁做得好不清楚，但是你还清楚恁部下因到后边背景是哪一个是政协，哪一个是党政关系很好，你要很清楚，所以你对这个部下你都爱真清楚起来。所以你伫网络上会找到很多类似这种的对工作，就是会通混的混，会通安尼抹骗过就抹骗过。我想基督徒的工作态度不能用迄种遐消极啊。保罗写予哥林多前书4章第1节，伊毋望别人看咱，人就了解你是基督的册用，毋是干那即个公司的册用，你是耶稣基督的册用，你是上帝奥妙的关键。咱知影咱生命的目的，咱知影咱将来要去什么所在啊？所以这对上帝角度来看，伊毋望你是一个尽忠的。我交代你伫这个职位，伫这个所在，你尽忠伫上帝，也尽忠伫你所交付的责任观顶。啊，伫这个15章嘛讲，所听兄弟着坚固，无摇掣，尽力伫主的工，因为知恁着磨伫主，毋是空空。有时咱会甲这个话把它。甲范围，敢若讲主的工是啥物？啥物叫做基督的册用？尽力伫主的工，敢若咧只讲伫教会侍奉？唔好，你来尽力伫主的工，你来参加团契，你才做这。我想，伫保罗伊的观念内底，基督徒的工作绝对毋是干那教会内底才侍奉。你即摆咧做的工课。就是干那，就是咧阳光上帝，是咧服侍，是基督的册用，毋是某头家王永庆的册用，什么人的册用，那是做基督的册用。我伫这职位做好的工，所以其实这种的观念，伫人类历史的中间有真大的变迁。伫这个宗教
改革以前，职业确实有贵贱之分。你做，你来通做到神职人员，你来通做神父，迄个是上高贵的。你会通读大学，你会通做。伫这个宗教改革以前，职业有贵贱，工作有感觉讲，这个是较不神圣的。总是伫这个宗教改革以后，这个观念都完全无相像，甲15世纪以嘛。所以我要介绍这个人叫马克思韦伯。现代的社会，听讲是这3个上大的影响。2个叫做马克思，一个马克思是共产主义迄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另外一个我是唔捌，因为我唔是读经济学这方面的专家，叫艾米尔伊是咧讲实证主义啦吼。因这个马克思韦伯伊是一个德国的经济学家，其实伊无56岁就过身吼。伊实上是对资本主义一个真深落去研究的人。伊伫宗教社会学，这个社会学嘛是伫这个20世纪才开始兴起一个政治社会学，还是宗教社会学。伊主要是咧想讲，这个社会为什么会变做安尼？共产，你马克思这个卡尔马克思迄个，就变做共产主义共产的制度伫迄个社会，会有无共款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有资本主义社会无共款的发展，所以这个现代的社会学甲自然科学无讲真共。现代社会学从20世纪才开始，自然科学咱中间有真侪学这自然科学的，咱就是观察就是用各种实验，然后找出它的迄个原理出来。总是社会科学无啥共，社会科学因为人的行为，伊本身是人遮尔多样化，伊的想法等等，甲伊所处的社会迄个情形是非常的复杂无共款的人会组成无共款的社会所以这个现代社会学就是这3个人有真大的影响。这个韦伯伊上大的贡献就是宗教信仰对一个社会影响。伊咧研究的中间，伊有研究三个国家几种的宗教信仰。第一个中国受儒教、道教影响真大。印度教甲佛教，所以你看像印度教，因有种姓之分人有迄个较悬的、较低等的这无共款的种姓，你要跨越真难社会发展出来都无啥共伊嘛研究犹太教，最可惜就是伊咧研究以色列犹太教的时阵忽然间过身，所以伫第3个关的犹太教对以色列社会影响无完成。不过伊主要咧研究的部分，就是这个社会大部分的人的宗教信仰对经济对伫物质对伫工作，伊的工作伦理到底是啥物？伊伫迄个所在研究这个现代社会学这个有较学术性我曾经甲讲过，伫新教的伊上出名的这本册《新教伦理甲资本主义的精神》中间，伊感觉大部分的宗教拢较鼓励禁欲啦欲望毋通。佛教嘛讲，你毋通有欲望，你毋通去追求遐个物质。虽上伫教会内底嘛会安尼讲，你对物质过头的追求，伫灵性方面，你绝对都无迄个精神起来。总是这个观念伫宗教改革以后有所改变，新教中对禁欲思想的迄个改变有起个推展的作用。所以咧观察整个世界甲东方这个印度甲中国信仰所发展出来的社会都无共所以伊伫迄个所在感觉新教宗教改革以后，所有的基督教对西方今仔日这个经济活动影响非常的大伊毋是要讲倒一边较好啦毋是讲倒一个社会较好，伊伫迄个所在主要研究今仔日西方变做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甲迄个信仰绝对有迄个关系伫咧。所以经济体系发展
当然毋是干那信仰的影响啦吼，因为新世界伫即个理性主义开始发展的时阵，因为有注重自然科学，包括即个数学啦即天然啦各种的迄落特别伫法律上，法律制度的建立，新的世界制度的建立，事实上甲信仰嘛有关系。人人拢是上帝所创造，大家拢平等。这个也是信仰所衍生出来一种社会的发展。伊的特征就是宗教改革了后，才清教徒的思想影响美国的社会、甲欧洲的社会。伊讲大部分吼，即咱讲过，一般的宗教传统拢较排斥世俗的。你做迄个工作是世俗的工课，做生意敢若就较世俗化。你若伫教会侍奉，你就较神圣等等。所以有时一般的宗教拢会排斥即个世俗的事物，也无啥鼓励经济成就的追求。这上帝创造逐项拢好，你好好去应用这一代。所以伊将资本主义讲是后来清教徒以后。伫新教，即个基督教的方面，伊强调追求上帝，互你有即个恩赐你伫这方面，你今后做生意真好啊！今后做生意毋是干那顾家己，你做的生意，你所得到利益来回馈伫社会等等遮的，所以伊无去排斥追求迄个利益这个是新的经济秩序。你个人到伫整个社会，就影响整个社会生活方式。所以咱最近咧讲，你工作的伦理就是为新教来开始。所以到伫宗教改革了后，咱定下咧讲迄个学匠马丁的故事也是安那，伊就互咱知影讲，伫上帝目睭中，上帝互人无共款的恩赐。有的人可能伊是做一个清道夫。因你若家己的清道夫做甲足好势，你是咧收本税，你是做一个老师，你是做一个裁缝师，拢是足神圣的。你毋是咧谋生尔，你是咧荣光上帝，你是咧将上帝互你的恩赐。我伫即个所在，因为我的付出，因为我所领受的恩赐，会通去回馈伫即个社会，互别人得到利益。所以，这工作伦理就是一个学匠真认真去写批话，因为伊感觉这个就是咧荣光上帝，互人得到利益的。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为宗教改革以后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开始发展这个工作伦理的改变主要咱读书拢会读使徒圣经，对新教来讲。抑阁一个真重要的信仰个别，叫做 Westminster 的信条。咱使徒圣经是即个足早第3世纪为着要甲信仰甲伊简化，互大家知影我信什么，我信上帝创造的主宰等等遮的。所以使徒圣经是较早期。后摆 Westminster 即个信仰个别是1646年就已经总改革了，因伫迄个所在佫做一个信仰个别。迄个信仰个别就小可较无共，中间伫即个会议中间，佫因完成2个教理的问答，一个是大教理问答，就是讲道，你讲道大概用这大教理的问答来互会友知影，我信什么，我今日伫遮咧创什么咧？抑佫一个叫做小教理问答，即个是即摆抑佫真侪美国教会抑佫咧用的107条，迄是咧互伫家庭内底，咱要教咱的囝儿。互伊真清楚做基督徒的意义是甚物所以小教理问答有时即摆有一寡学道班真理嘛设立以前，有人用即个小教理问答来做伊的教材。小教理问答的第一条就是讲，你伫即个所在，人生所要的目的，我活伫即个世间，我到底是要创啥物货？即个就是咧甲遐求道的人，也是讲咧追求对于信仰的人伫迄个所在的一个问答。107条内底有即种分，人上帝话的，你活伫世间就是要荣光上帝。不管你是什么款的职务，
伫迄个职务观顶来荣耀神啊，有足侪只圣经的根据伫迄个所在，而且一世人用上帝给我的职位啊，我掠这做欢喜，我要荣光上帝，我要利益人。这就是咱今仔日咧讲，人存在目的是为了荣光上帝。所以你今仔日不管你做伫社会上，甲你看做这个工作真卑贱啊，无重要，怎伫上帝目睭中看都无共，伫你心内咧想的都无共。只要我会通荣光上帝，互人因为我的侍奉、我的服务来得到利益，这个工作就是神圣的。伫教会做侍奉、做神职人员，你并无较圣洁，你并无较伟大。伫上帝目睭中，人拢是共款的。所以咱来出伫心来做，来出伫心来做。今仔日我的题目就是出伫心。你的工作就是你生命的流露了。你的信仰伫你的心内，除非你心内无基督。你所表现出来，就像咱头先遐打混迄种的精神。你讲我都讲领薪水就好，我谋生就好，我讲应付就好。总是如果你的心内有基督，马太讲好人对所接触的好，伫咱心内的好，伊会表现出发出这的好来。如果咱心内是都干那为着家己啊，我着顾三顿啊，我着顾我家己啊，所有利益我拢要治，我无要回馈。歹人就对伊所接触的歹发出遐个歹来，你的存在对社会无贡献，是干那一个自私的人。所以咱讲仁者心之气，工作是生命另一个流露。所以对基督徒来讲，咱面对工作，面对我今仔日的角色，我做一个家庭主妇，我咧雇佣这个家庭。是因为我嘛敢若亲像咧服侍基督一样，定定伫基督内底来活出基督，这个就是活出基督。耶稣所讲，你的性命哪会通真正甲耶稣基督的性命连做伙时，基督徒的性命就毋是敢若表现伫礼拜日啊，我有做礼拜啊，这个是表面的。基督徒的性命就是伫你逐工的生活内底，我做一个学生伫学校。毋是干那为着功课好啊，为着我后，这个真重要。为着我后来的人生拍好的基础，这是真重要。总是我嘛是一个基督徒，上帝互我知影我的恩赐伫倒一方面，我安那去发挥出来。你甲同学、甲老师、甲其他的人的关系建立，要有耶稣基督参与伫迄个内底，出伫心，意味讲啊，我需要活伫基督的内底。保罗伊就一直有这种体验。保罗伊的一生，我感觉是非常的艰难。总是伊拢感觉，毋是我保罗咧面对这是主耶稣基督伫我的心内，甲我做伙去面对。所以伊咧讲的话，你甲注意甲听。甲立台讲，我捌甲耶稣基督同顶是毋是假？今仔日我咧活，是我只咧喘气，我也咧传福音，我也咧做这部片的工课等等。总是已经甲我以前无共，毋是有缘是我，是基督点伫我的内底的我。我偏偏咧这部片，我偏偏咧做一个工作上，我是一个上帝使徒。总是传福音，毋是干那我保罗咧传，是耶稣基督伫我的内底，甲我做伙去面对。甚至后来保罗顺道的时阵，伊嘛相信耶稣基督做伙，甲伊伫迄个内底来顺道，伊肉体性命都无去。你看保罗逐句话差不多拢甲伊内在的生命有关系。为着这个，我咧调磨，照伊出力行伫我内面的功用。今仔日我调磨，有耶稣基督的性命，甲我三甲来担当。所以我有迄个气力，我咧毋是干那保罗，我这个人尔，是耶稣基督甲我做伙来面对来征战。伊对菲律宾咱大家真实讲。我有耶稣基督的心做心，所以我咧面对今仔日我做老师、做家庭主妇啊、做医护人员等等者的，有耶稣基督的心做心去面对患者，去面对我服务的对象，去面对我爱做的生意等等啊，这职员。保罗伊非常强调讲，
今仔日毋是保罗，你看的毋是保罗，是保罗加上基督。今仔日咱的周围人看我某，毋是张某你一个人，是你加上耶稣基督对你的影响。所以生活就是性命的流露。咱甲工作做好，毋是讲因为我对得起我领的这一份薪水尔，毋是因为这个我的责任，我就一定爱尽，也是讲顶时安尼要求，互我有这个压力。反而是因为我有主耶稣基督伫我的性命内底，我有圣神伫我的性命内底，我能够活出迄个和平、仁爱、节制才产品出来。出伫心，除了有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以外，我感觉出伫心来做，原来是加上一些我们个人的感情、个人的人性，有迄个疼，互咱感觉有温度。有时咱会感觉你若去办事的时阵，你感觉一寡人真有温度。去银行，迄个银行员。伊知影讲咱都这方面较袂晓，较毋知，伊会真耐心，甲你解说。咱这较侪回，有时咱手机袂晓用，他有那个爱心，有那个人性的表现，互你感觉感同身受。我敢若咧甲阮阿公阿嬷教讲安那用这，虽然咱真歹教，总是他加上热情，出伫心的时阵，你感受会到。耶稣一直没有掩饰过他的感情，伊对着人掠杀了伊的好朋友死，伊伫迄个所在啼哭。伊看见即个这彩排学生出去，因伫遐认真咧做工，伊充满了喜乐。当伊看见耶路撒冷，知影讲无偌久，即个耶路撒冷要互罗马灭亡的时阵，伊随上心内非常的艰苦，伫遐为着耶路撒冷来祈祷来烦恼。我想这拢是温度。耶稣唔捌掩饰说他对这件事情他的感情。我们看到以人性的一面，看到迄个温度，看到迄个疼心。保罗嘛是同款。保罗伊虽然脾气唔是真好，总是伊会批内底咱看见伊甲腓立比教会讲，我足少年恁。大概若想到恁，我就感谢上帝用欢喜来替恁祈祷。哥林多前书讲，我少年人，我关心迄个人。我想咱嘛是安尼，咱有一寡亲人朋友，咱的好朋友，我想到伊，我就充满了欢喜，也是讲为着伊，我愿意伫迄个所在来祈祷。知伊即马拄着艰难，伊即马拄着厝里人有一寡代志，我伫迄个所在来甲伊相甲祈祷。伊甲以弗所教会的关系上深，伊伫以弗所3年。所以伫使徒行传，伊最后一届要转去到耶路撒冷的时，伊叫以弗所教会的这长老来到米利都，甲因3时讲后摆咱可能无啥有机会通好见面啊。总是咱会记你以前所建立的迄个情谊所以伫迄个所在，大家互相代祷为着安尼，大家心内真依依不舍，因为世间拢没有不散的宴席后来咱会当伫天里3见面，有时咱伫。过去1年久，咱有一寡信仰的前辈也先离开咱去，总是咱迄个心内对因的笑脸，对因的迄个也存着迄个愿望，将来伫即个天3见即种的愿望。所以保罗伊种人性，互伊愈顺风愈甘甜，有耶稣基督的心内，伊的人性上。所以咱拢捌听过即条歌，讲伊无同啦，伊是我的兄弟，因为有疼，伊就袂同啦。你若无疼心，就无感情，小可代志你都无愿意做。伊无同，因为伊是我的兄弟。你若无迄种热情，你做起来就感觉足无味你若无迄种疼，你感觉做起来就敢若叫我做小可代志，我就艰苦做惯。我就无感觉迄个是我的责任，也是我应该要做。所以咱疼。出伫心，有耶稣基督伫这心内，加上我们对人的爱、对人的感情，迄个温度，出伫心就是我爱尽我所有的溃烂，全力以赴，无保留。上帝爱咱对伊的疼，就是一种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完全的爱。
尽力所有的。你在想我还有什么会通做？我还有什么没有拿出来的？用安尼来听上帝。哎呀，愿意为着基督来受苦。彼得前书当时面对一寡这迫害的时阵，所以这个彼得特别勉励基督徒讲，你来为着今仔日，因为出伫心来做互人来甲恁糟蹋甲恁拄着一寡这个患难的事，你毋免感觉艰苦心。伊安尼讲，多因为有份伫基督的艰苦，因为你是咧有份伫耶稣基督的艰苦来欢喜，互恁也伫伊阳光显的时阵欢喜快乐。所以有那个时间差啦，你即马可能为着基督来受苦，你可能你苦干实干无得到应得的肯定的时阵，这一些将来你会通三角有份伫基督的欢喜快乐。恁为着基督的名，互人骂有福气，因为阳光的神就是上帝神安歇伫恁。总是恁中间毋通有人为着做凶手、做贼、行歹，也是因为插别人的事，无代志去插别人的事来受苦。总是人若是为着基督徒，你是基督徒你做你应该做的代志，却因为安尼因来受苦。你无掠的见效，因为伫即个名将来荣光伫上帝，所以出伫心来做，意味咱爱尽心竭力。但是因为咱特别开工明仔载咱都等于工作场所各方面等于爱回到学校，无论咱扮演什么角色，无论你承担什么款的责任，伫工作上也好。伫家庭也好，上帝互你做一个老爸，做一个老母，做一个太太，伫劳动、伫旅游、伫交易，出伫心来做，诚心实意来做。今仔日互咱的圣经在，就是因为你咧做这个代志，就是咧服侍主基督。咱用这来做咱今仔的金句伊有数6章60甲70，咱慢慢来，咱来读2解，好无？来，无的简单伫目睭前温存，亲像处互人欢喜的，就是着亲像做基督的路步，用实心来行上帝的旨意，甘心做工，亲像甲主做，毋是甲人做。有数经60甲70个简单。无的简单伫目睭前温存，亲像处互人欢喜的，就是着亲像做基督的路步，用实心来行上帝的旨意，甘心做工，亲像甲主做，毋是甲人做。有数经60甲70咱做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互阮有无共款的恩赐。也互阮分派伫无共款的关系中间，伫家庭内底，阮可能是做人的囝儿，做丈夫、做太太做老爸、做老母。伫工作上，阮事农工商各有专长伫交朋友的中间，主帮助阮出伫心来做，知影主耶稣基督你伫阮参与伫阮的生命内底，阮尽心尽力来对待。将上帝呼召阮去从事的工作，会通伫遐来显现耶稣基督生命的关系，互阮充满人性，有疼心甲耐心来对待阮的工作甲工作所接触的人，也帮助阮尽阮的气力，亲像甲主做，毋是甲人做，互阮伫工作上荣光主，利益人。基督靠耶稣的名，阿们。三角用信息来回应上帝，510首，温群做工，无嫌劳苦。请起立。我
请梁家宏接书。儿童的冬令营，请大家为即摆活动来带到。第六，逐档吼拢有必考试的嘉义中学学生会来借本堂来练习，嘛毋望大家为因的考试会当祈祷，一切会当顺时。手来抄圣经这个部分，感谢足侪人已经完成啊！若是还未完成啊，要紧张，阁有2月底以前会当完成交互办公室，安尼就好。多谢大家。啊，团契的消息，拜三开始，咱恢复聚会。查经祈祷会上午10点，拜三上午10点在地下室，请大家为备办心会当来参加。第二圣歌队，后礼拜了后下晡开始，要来串联国乐节甲70周年的歌，请有唱歌温顺的兄弟姊妹，大家踊跃来参加。第三，熊年团契定伫2月17号拜五，有一日游，会当出去耍耍的，都做伙来互相交陪。啊，费用一个人是1050块，啊，客友会当补助，报名到2月7日，啊，请大家爱注意这时间。大岛，请大家为国家的安全、社会、家庭的平安来祈祷。也为着70周年的活动，佮有足侪会当足顺时，会当互足侪人的性命得到祝福。嘛为着咱唐爷爷的祈祷。啊，无事敢有补充？啊，迄个少年团契，因为咱今日周报这是顶礼拜印刷厂停工以前就拢印好啊吼，
所以顶礼拜奉献咱拢也无法度通印吼，这已经印好啊。所以少年团契因游览吼，团契讲要补助500块啦吼。啊，到2月初6啊，所以啊，若要出去2月17要去，请甲即个啊，你这也是这立庆这报名，这补助这第一项。第二项是冬令营，咱拜四吼，过来拜四要开始，拜四、拜5、拜6啊。老师甲学生差不多有40个啊，因为为下早8点半到下晡5点，中有一寡点心甲爱准备料理，会准备中昼互因食吼。所以主流老师骹手无啥够啦吼。所以拜4、拜5、拜6，如果你若会当来到帮忙伫灶骹吼，到准备互40个囡仔老师这拜托你互立庆这少年啊妇女团契秀莲会长，互伊知影吼，来到准备吼，遮个囡仔会通伫遐食较少，食较好势，这个大家拜托一下吼。过落去就是忽然间咱来互一个人惊喜一下，因为我忽然间才知影讲，今仔日是咱名誉长老陈进忠长老的生日，咱甲唱一个生日快乐歌，敢好？咱来家泡泡，忽然间才知影啦。咱请进忠长老，咱来啊，来大一个啊，生日快乐歌吼，咱的名誉长老，较紧哦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孙啊，大家拢倒转来，唔知道我需要介绍的人啊无吼？今日是嘞，来，请你来，嗨。是嘞，即较特别，我来介绍吼。咱今仔就在场有3位牧师娘伫遮吼。第一位就是我的查某囝吼，胡匡正啊，拢回娘家吼，这是伫台中大道教会牧师娘吼，拄仔回娘是拢咱遮出身的吼。第二是陈进忠长老的女儿啦吼。但伊今仔日抱婴仔来吼，拄仔4个月款，迄个即嘛咱教会出身的吼。即摆伊是伫即个花莲的信义教会吼，伫信义教会牧会吼，即两个是咱遮出身的牧师。另外一位牧师娘是即个我的朋友吼，咱顶礼拜即个先生有来，就是迄个谢冠明牧师吼，谢冠明牧师娘吼，甲伊的公主来，咱坐上后壁吼。谢冠明牧师甲牧师娘是好，请坐。谢冠明牧师娘是即个阮学生时代，伊伫即个沙丁堡的迄个沙丁堡教会出身吼，曾经迄牧师的时代吼。太太是即个我的太太甲即个阮梅珍因伫女师专音乐系的共班的同学吼，甲即马拢有联。尾去。即个小牧师是去美国读环工博士了，要做牧师，即摆伫即个温哥华一个新生命教会牧会吼，伊的后生咱来熟悉者吼，即个后生来请站起来吼，好谢谢。即个美国生的美国大汉的吼，拢台湾话拢听有吼。你看伊安尼，你毋通了做是好莱坞的电影明星吼，伊是美国的检察官，佮兼加拿大律师吼，即摆已经有即个时阵登去加拿大咧做律师吼，捌伫美国做检察官过吼，所以咱大家安尼熟悉一下吼。好，我介绍这3位，多谢。毋知还佫有需要我介绍的无？请无客气吼，还是啥物人带伊来？无咱礼拜刷，嘿。公公，所以你住古林村，我们看见过哈，北美度假他在旧金山啊，欢迎你回来，谢谢北美度假的公公哈，你基本上咧关心以前你台湾这医疗宣教这传道书退休了都等于到美国，所以北美度假他们替咱台湾人咧感谢这奉献一生的
伫台湾遮个做医疗的宣教师吼，遮医生也是真一个很好的组织。阮伫美国该做伙合作几啊摆吼，欢迎你来。好，上营386条，天下万邦万国万民，请起立。上营了后，请牧师就倒。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因带祝福，甲咱正大家三合一个，对这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请坐，立倒闭会。